嗨，大家好，我是探平叔，今天是2026年1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續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產。咱們先看房企的消息這個旭輝發布一則公告，公司境外債務各項重組各項條件均已達成，重組方案正式生效。這意味着旭輝的有息負債總額從2025年中期的800多億直接瘦身到500億左右。未來3年，公司沒有了現金償付境外債務本息的壓力，加上去年9月成功通過境內債務重組，這場長達3年的化債長跑，旭輝終於到了終點。實際上這個所謂的房企化債咱們說過很多回了。第一個，它這只是一個中間態，是個過程。債務重組還是請債權人扛下這一切，展期對吧？轉股就這些再有個2-3年就要破產重整，還是債權人吞下這個苦果。但同時吞下苦果的還有大股東、實際控制人。2025年年底碧桂園、融創、旭輝排隊上岸，也就是債務重組成功。但成功的背後是債權人在負重前行。中國房地產的深度調整已經持續4年，房企的化債套路也完成了從拖字訣到砍字訣的暴力升級。以前房企都是卑微的求展期，現在債務重組的主旋律變成了削債。那這個是沒有辦法的死馬當做活馬醫，留點念想，總比現在就清盤要好。實際上我們關注的是萬科，萬科接下來它的很多公開債是吧，延期1個月，這很快就到了。接下來何去何從？是公開違約對吧，躺平，還是說再頑抗一陣子，還是說對吧，我認為自己還有搶救的必要。這個時間不多了可以2-3周以後就知道結果。這個房企化債3部曲，第一步是拖，第二步就是債權人扛一扛，第三步就是債權人和大股東、實控人一起沉水裡。這個財新網他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他這個文章也很有意思關於房地產的，叫房價企穩回升的4條國際規律。也就是如果你總結一下國際上很多這個發達國家，它這個房價起起伏伏的，它什麼時候見底回升，它有4個規律。我們看看這個財新網這文章它是怎麼說的，有哪4個規律。它這文章它先羅列了什麼日本、韓國、美國什麼幾波這個房地產周期，然後共同比較之後得出這麼一個4個規律。房地產何時企穩，有哪些指標可跟蹤，一直是市場關心的話題。我們梳理了戰後34個主要經濟體共52個樣本的地產周期表現，發現52個國際樣本隱藏的經濟規律。地產周期內嵌於全球經濟周期，幾乎每10年左右全球便會迎來一次廣泛的地產周期。全球經濟和貨幣周期高度相關，也就決定了全球地產周期強關聯。大部分國家的大樣本經驗顯示，貨幣政策周期維持在4到7年左右，因此地產周期見底回升也需要4到7年。當然也有一些特殊情況，經濟徹底走出地產帶來的負向拖累需要更長的周期。比如曾經的日本，地產企穩的條件是否存在一些規律性現象，本文通過總結美日韓地產止跌企穩的規律，嘗試為跟蹤中國地產企穩回升提供參考。他第一個他說日韓美第一波地產周期共振於上世紀70年代，二戰之後日韓美均經歷了多次地產周期。日本在二戰後經歷了2次顯著的地產危機，分別發生於1973年到1977年，與1991年到2009年。與日本地產比較類似，韓國地產也經歷過2輪地產周期，1979年到1982年和1991年到2001年。二戰後，美國經歷過多輪地產周期，上世紀70年代2輪地產起伏，上世紀90年代地產小周期波動，還有就是2000年那一輪次貸危機。1970年代地產周期波動均與當時石油危機衝擊全球經濟有關，滯脹爆發與收斂。一則全球貨幣會跟進大起大落，二則全球生產、出口和製造巨幅波動，所以滯脹起落對應地產起落。畢竟地產一則一與這個貨幣條件鬆緊有關，另與
經濟增長決定居民收入預期有關。當時大背景是原油危機帶來的通脹大波動，進而引發貨幣波動。與其說上世紀70年代這一時期全球各國地產周期高度共振，還不如说当时全球貨幣高度耦合。這是第一個階段啊。第二個，日韓美第二波地產周期共振於上世紀90年代。1990年代，日韓兩國地產似乎壓着同樣的韻腳。1990年，日本地產長期周期見頂，這是世所共知的事實。直到2002年，日本地產才有企穩跡象，就跌了12年啊。標誌指標是當時的房地產銷售改善。韓國也在1991年下半年迎來地產下行，直到2001年下半年才迎來地產的企穩修復。這個日韓第二波房地產下行都持續了至少10年。不僅如此，日韓兩國1990年代地產周期中的共性還包括都經歷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並且在亞洲金融危機前後歷經國際資金的湧入和抽離，加大地產波動。政府強力介入地產調控，或強力推動供給，收緊金融條件，提高稅收等方式控制地產上行，或特定流動性注入、特定贴息政策等，試圖撬動地產回歸。實際上，上世紀90年代日韓兩國地產內在邏輯大不相同，也各有各的病因症狀一樣。日本地產在上世紀90年代面臨的不僅僅是一次小周期擺動，而是大周期拐點。韓國相較而言，當時剛承接日本產業轉移，加上 WTO 之後搭乘全球化紅利，經濟正處增長高峰，所以上世紀90年代韓國地產的底色較日本更為健康。美國上世紀90年代迎來它經典的金髮女郎時期，不論是人口增長還是科技，都是美好時期。地產當時也處於黃金發展時期，雖然當時有储貸危機擾動，但對當時的美國經濟和地產周期並未掀起真正的浪花。上世紀90年代也是東歐巨變之後的一輪全球化浪潮，當時全球經濟在全球化東風之下高度共頻，所以即便當時不同經濟體內生增長驅動力各不同，但總體而言，全球化共振之下，經濟和貨幣小周期高度協同。第三個他說從日韓美經驗看地產有強烈的共性與個性。分析地產因素看似極為複雜，但其實不是。地產關鍵因素就3個：貨幣、增長和人口。這個確實是這樣對吧？一個就是叫短期看金融嘛，長期看人口。那增長那跟經濟有關对吧？你經濟越好，你房價肯定能越穩。但這裡涉及到一個非常底層的概念：地產的商品屬性來自何處？金融屬性又如何定價？既然是商品屬性，定價回歸人口。不論當時的日韓還是曾經的美國，地產動能較強時期，往往是潛在購房的年輕人群較高時期。金融屬性定價是將地產看作金融資產，那麼房地產作為一項資產，是居民對未來收入預期的一次性貼現。增長決定了未來收入預期，貨幣流動性決定了貼現率，此為地產金融屬性定價的2個重要變量。此間還需要考慮到房地產價格上漲預期本身就會帶來資產價格的自我預期實現機制。從這個視角來看地產周期那麼房地產的小周期起落往往跟貨幣鬆緊有關，地產企穩態勢是否扎實往往與短期增長動能是否強勁有關。地產最底層的長趨勢取決於人口，當貨幣寬鬆增長強勢，人口旺盛3因素共振之時，地產便會迎來強勢周期。即便短期下滑，貨幣稍一寬鬆，便能快速迎來企穩反彈。例如上世紀70年代的韓國、日本，又比如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反之，但增長趨弱，人口凋零2大因素共振，地產便将經歷疲弱的長周期。即便貨幣再寬鬆，地產也很難有強反彈，但並不意味着不會企穩。尤其是當經濟迎來增長小周期反彈之際，此時貨幣寬鬆得當，就能帶動地產走出持續下滑態勢。比如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地產下滑是人口結構增長驅動、金融條件收緊3因素
速共振之下的大周期下滑。即便后来貨幣一直維持寬鬆，甚至寬鬆至零利率乃至負利率，日本地產仍然相當疲軟。直到2002年，日本出現一波不良，經濟搭乘全球化而出現出口和投資轉強。2004年，日本地產迎來弱企穩，也就是這個財新網啊，他把日本、韓國、美國這個房地產的這麼多年啊，二戰以來什麼小周期、大周期、短周期、長周期、貨幣增長還有人口進行分析啊，那麼他得出個什麼結論呢？說如果地產已經處於下滑趨勢，如何企穩？有何規律性線索？那麼他得出第一個規律，說房地產企穩的順序是先成交量上漲，再庫存下降，最後價格企穩。也就是你先看這3個指標怎麼波動呢？如果成交量不跌了，成交量一企穩，好，這個時候庫存呢在下降，再过一段時間，房價就跌了。你那個成交量穩住是因為以價換量，庫存下降說明供需關係發生改變，那最後達到這個價格上的平衡。這是第一個啊。他說，當地產已處於下行區間，此時需要地產商品屬性率先回溫，其次才能探討金融屬性。所以地產企穩先要看到成交量改善，庫存下降，供需格局變化之後，房地產價格才有企穩回升的可能。例如，美國於2010年7月成屋銷量觸及新低，僅330萬套，隨後反彈穩定至400萬套左右。2012年3月房價觸及新低，隨後企穩回升。日本在1994年、2004年地產的企穩反彈都有類似經驗規律，那就是先量後價，先看成交量，再看成交價，量在價先。那第二個規律呢，說核心城市的房價往往更早給出企穩信號，核心城市持續處於人口淨流入狀態，房價下行周期，核心城市房地產金融屬性強，所以價格下跌幅度也較大。當房地產周期回溫時，核心城市房價供需格局率先發生變化，所以企穩信號也更早到來。例如2001年韓國房價企穩回升，其中首爾房價漲幅遠高於其他主要城市。2001年至2007年，首爾房價上漲了91%，而全國房價漲幅為56%。又例如2004年日本地產企穩，2004年日本東京23區房價企穩回升，全國房價跌幅收窄。那就是你要緊盯一線城市，而且是核心地段。規律3，地產的企穩離不開貨幣寬鬆，這是必要非充分條件。按照歷史經驗來看，地產從深度下行回到企穩態勢，伴隨的現象是10年期國債利率不超過核心通脹的200個基點。規律4，地產企穩必要前提條件是增長預期改善。當經濟底層增長動能不變，之前衝擊增長的因素消退，例如上世紀70年代大滯脹廣泛衝擊全球需求和生產，隨着原油危機消退，生產需求修復，經濟修復，地產企穩反彈。但舊增長動能無法持續，地產隨之迎來長久低迷狀態。此時寬鬆貨幣無濟於事，直到經濟完成新舊轉換，地產才有可能真正走出疲弱狀態。完成新舊增長動能轉化之後，此時經濟增長迎來修復，地產也同樣走出持續低迷狀態。例如2004年地產企穩之前，日本在2002年出现了地產鏈不良資產，並在2003年迎來出口反彈。2003年，日本國內消費和增長預期大幅改善。4月，日本核心 CPI 降幅明顯收窄，消費者信心指數大幅回升，地產企穩緊隨其後。這是財經網說的啊，這個國際上這個房價見底回升4個規律，也就是說你這4個指標你去看判斷房價有沒有見底。這個怎麼說呢？那說的也沒毛病啊，好像是這麼回事。但是這說來說去都叫刻舟求劍，他又忘了啊，中國是中國，对吧？日本、韓國、美國他們有可比性，那中國跟日韓美它沒有什麼可比性，當然你可以借鉴啊，但是你不能刻舟求劍。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對吧？我們的房地產目前出現這個低迷，它形成的原因跟日本、韓國、美國就不一樣，倒是有點像日本啊，上個世紀90年代這個有點像，對吧？跟日本前幾輪跟美國的其實不一樣。美國的這個最近一次房地產危機叫次貸危機嘛，是把那個不具備買房資格的，就是那個條件的人啊，也讓他
買房了，叫次级貸款，就是他都没有首付，对吧？他直接就进行搬进去住，然后每个月还那个按揭贷款，然后这个银行也把这玩意儿打包，对吧？变成个叫資產證券化，賣給那個證券公司，賣給那基金了，銀行解套。結果這些人啊，因為他沒有固定收入啊，房價一跌，房價一波動，或者他一失業，他就不還了，引發了次貸危機，是吧？那個時候美國的經濟，他內生的那個造血能力他沒有弱啊，所以他後面，對吧，很快就恢復。那日本人上個世紀90年代跟我們有點像，就是什麼話呢？就是泡沫太嚴重。我的印象裡面啊，很多媒體宣傳就是日本東京，對吧？那個房地產那個資產，就把日本東京的那個房子值多少錢，可以把美國買下，是吧？但是有這麼個比喻吧，你就好比咱們這個房地產泡沫，就是房地產低迷之前啊，2021年咱們整個房地產的資產是有的說是600萬億，有的時候650萬億，對吧？有的時候是500萬億，總之你想就這麼個量級，600萬億人民幣，就是個泡沫太大了，對吧？這個恐怕是跟日本韓國什麼前幾輪那個房地產危機有不太一樣的地方。第二個呢，我們現在面臨的什麼問題呢？對吧？經濟增長也出現問題，日本出現了，對吧？人家就是消失了30年，日本他那個企業沒毛病啊，人家科技企業，人家大量出海，日本的製造業那個時候是世界第一，是吧？人家豐田，對吧？各種企業它出海，正好借到那個時候咱們不是改革開放嗎？日本韓國到中國投資，那也是賺得盆滿缽滿。日本對吧？他自己不行，他借着你這兒，人家也能起飛，他全球投資啊，韓國也是，對吧？那我們呢？雖然我們現在提倡出海啊，但是對吧？出海的效果怎麼樣？我們的科技企業那到底怎麼樣？它到底是講故事還真能賺錢？也打個問號，對吧？韓國有個三星，韓國以前出現什麼現代汽車，韓國大宇，韓國也出現很多大的財團，也不錯的，對吧？現在還有三星很厲害，日本更出現了很多企業，是吧？製造業啊，汽車、彩電、家電各個領域的啊，所以我們又跟他們又不一樣。那第三個不一樣是什麼呢？他們這幾輪房地產的小週期或者大週期，它發生的時候，那個外部環境總體上還是全球化。全球化，那日本、韓國它還是可以把國內的矛盾呢，國內的經濟困難，它可以轉移，對吧？但在國內不行，可以轉移到國外，在國外找機會。因為那個大環境是叫全球化嘛，那我們現在遇到是什麼？我們現在遇到是叫逆全球化。從特朗普開始要搞貿易戰，加關稅，歐盟馬上就要加關稅了，墨西哥也開始是吧？加關稅，因為現在叫逆全球化。那既然有人挑頭啊，加關稅，那我不加我就吃虧了，那這都會有這個想法。那歐盟他也得考慮加關稅，對吧？其他國家都加關稅，這個對我們來說，那我們這個環境這個時代又不太好，不太友好啊。還有一個更核心的問題，對吧？是制度不同啊，制度不同。你去照搬照抄，那就是叫生搬硬套，那叫生拉硬套。你去跟套人家的那個東西去比較，你怎麼比都不對味兒。你去學人家那叫東施效顰。我就舉個例子啊，咱們為了刺激消費，是不是要發購物券呢？是不是要發補貼啊？你看看那個補貼，它都發不明白，最後變成經銷商或者是不法商販的這個他們的這個灰色收入，他們就套取那些補貼。這玩意對吧？你在美國，你在日本、韓國，估計夠嗆吧？在他們那個制度下，人家救市措施，對吧？能起作用就能起，不能起就不能起。那在咱們這個救市措施，不管你能不能起，最終都是一小撮人從中套利。你政策很難達到預期，對吧？你政策要打折扣，這兩個是一碼事嗎？能比嗎？所以不能生搬硬套，這個硬套啊。在我看來，咱們這個房地產，這個房價還是在跟我們的收入啊，還在匹配的這麼一個過程。過去呢，它為什麼回落？是因為它房價漲得太快，我們的收入漲得慢。現在我們的收入在下降，那你房價更得降，是不是這個邏輯啊？從2000年開始到2021年這20年，這房價漲了多少倍？但是我們的收入漲了多少倍啊？我們一個大學生剛畢業，以北京為例啊，我的印象裡面，2000年北京的一個大學生大概就是800到1000，就是普通的企業啊，你這個有的私營企業，有的外企那肯定高了。我們說的是普通企業，800到1000。那時候北京的房價是多少啊？好了，北京的房價現在漲了幾十倍是吧？有幾十倍吧？我跟你說，2002年北京那個3環4環邊上的房子都3000一平米，你要翻老報紙啊，那1998年北京的房子是800多一平米，那大家都說貴，太貴了，買不起。2021年北京的房價那10萬一平米，那比比皆是，那房價至少漲了30倍。但是你說大學生的工資漲了30倍嗎？沒有啊，他一畢業的吧，大學生一畢業在北京啊，大概也就是5、6千、6、7千，對吧？頂多這樣了，也就漲了5、6倍或者6、7倍，多的不超過10倍。你不要拿那個什麼你分到百度或者什麼字節跳動上班，對吧？要看平均的、普遍的。我是
2003年在一家外資企業上班，那时候工資好像将近6000，那也是涨到6000了。刚开始是4000多，涨到6000的时候，在北京基本上就是三环边上吧，1平米房子一个月，我1个月工資就能買1平米的房子，在北京三環。2021年北京三環邊上的房子哪個不要10萬呢？但是你說你在外企上班，你能拿到10萬一個月嗎？拿不到的啊，對吧？極少數人能拿到10萬一個月。我說這個什麼意思？就是你房價漲得太快，對吧？你韭菜的收入跟不上，那跟不上，現在泡沫破了，那你就得向韭菜收入靠攏。如果韭菜收入也在漲的話，那你房價很快，對吧？就跟韭菜的這個收入啊，就會形成一個平衡。但現在不幸的是，這韭菜的收入還在下降，它沒漲，它還在下降，那你房價還得降，是吧？降到什麼時候就降到平衡。從人口看，那是對咱們這個房地產是相當不利的，對吧？如果你要看人口的話，那咱們房地產是要長期下跌。但是這種下跌那是結構性的啊，也就是說北京、上海什麼一線城市啊，它可能跌的沒那麼厲害，它也跌。但是那其他的什麼4線城市就跌的沒人要了，都是鶴崗化，沒人呢，你人口還在流失，對吧？人口還在減少，那很多房子就沒人住。短期看金融實際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對吧？你現在就把利息再降，你也只能給那些已經買房的人減輕負擔。你不會讓人，對吧？沒買房的人，他因為你利息降了點，我就去買房，這個可能性比較低啊，起不到效果啊。倒是增長這個很重要，就是你的經濟在增長，確實的吧？這個能夠提供很多高薪的就業崗位，這個才是發動機啊。如果說這個經濟增長，那大家的工資一年比一年高，對吧？今年是1萬一個月，明年是1萬5，後年就到了2萬一個月。如果你也不擔心，對吧？也不會失業，那你肯定要買房啊，對吧？你買了小房子換大房子，大房子要買更好的房子。但是在現在這個經濟環境下，你說經濟要增長，對吧？也提供這麼多好的優質的就業崗位，給大家工資要漲，這個就是叫任重道遠吧，想一想就挺難。所以說來說去啊，就是現在房價還是在和牛馬韭菜的收入啊是在相匹配的這個過程中。如果韭菜的收入在漲，那麼房價很快就見底了，就達到平衡了。如果韭菜收入也在降，那且得等，對吧？如果韭菜收入降得更快，房價降得慢，那等的時間就更長，對吧？如果韭菜收入降得慢，房價降得快，那就也是啊，很容易達到平衡。這個中指研究院啊說，這個公布了這個50城住宅平均租金，2025年租金同比下滑，全年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計下跌3.62%，跌幅較2024年同期擴大0.37個百分點。也就是簡單的說啊，2025年房租下降還加速了。一說到2025年這個房租下降，我是深有體會啊。2025年1月份，就是去年這個時候，這房租直接砍1/3，那叫暴降，斷崖式下跌。哎，一年下來數據出來了啊，全年50城住宅平均租金累計下跌3.62%，比2024年要擴大了0.37個點。就從這個你也不能說房地產企穩了吧？這租金還在下降啊。最後我們再看看這個第一財經啊，今天有一篇報道叫業主收樓即維權，房企的完美交付緣何屢現交房魔咒。這個答案非常簡單啊，天天看我節目的人都知道為什麼交房即維權呢？因為房價跌了嘛，就這麼簡單啊。如果房價漲了1倍，你比如說你啊，現在不是期房嗎？你是23年交的首付買的房，哎，25年年底26年年初，好，你拿到鑰匙了，交房了，這時候你的房價漲了1倍了，你說你的心情，對吧？你進去之後你看見這個啊，這個地方漏水啊，那地方好像不太滿意，你一看這不影響使用，你都跑去就算了，你找物業頂多就是啊，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對吧？到時候物業說，哎呀，算了，免你1年的物業費，你就高興的不行了，簡直佔了大便宜，是吧？就是所以說你房價漲的時候沒有這麼多維權，不是那房子質量好啊，是大家都選擇忍了，對吧？因為這點小瑕疵算什麼？開發商也這個硬氣啊，說你要不服，你要不高興，那你就退房，我把這個預付款，對吧？我這個定金甚至把首付退給你，因為開發商再一倒手一賣，開發商也多掙錢呢。但現在不行了，對不對？現在業主，你看你是23年買的房，400萬買的，現在住進去變成200萬了，你說你的心裡是不是哇涼的？你再看見這兒漏水，對吧？那兒裂了，你簡直不能忍，叔叔能忍，嬸嬸也忍不了啊，對吧？那必須得告開發商，給1年的物業費那也沒用，對吧？你物業費才多少錢呢？所以最大的訴求變成退房，對吧？你把錢退給我，不買了，那開發商肯定不退啊，我退給你賣給誰呢？而且房子也跌了1半了。這個業主收樓即維權，第一財經說啊，從有房住到住好房，房地產行業已進入追求人居品質的下半場。十五最新規劃明確提出要建設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的好房子，更是將住宅品質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
然而，在好房子政策目標下，现實與理想之間仍橫亘着不小的距離。近年來，很多樓盤陷入交付即有業主維權的魔咒，滲水、空鼓、隔音差、外牆脫落、工區減配，這些你看房價漲這都不是事啊，一漲遮百醜，對吧？一跌那就對不起了，都是問題。不少購房者在滿懷期待地售房後，卻迅速踏上了維權之路。房企們宣稱的完美交付並不完美，這讓市場不禁疑惑，新房交付質量為何如此難以保證？到底是企業管理不善、壓降成本，還是存在行業系統性堵點？我看這個第一財經也沒整明白啊，他寫了一大堆，到處調查，這都是表現呢。當然了，有人認為啊，因為現在房地產行情不好，那房企是不是偷工減料？以前对吧，房地產行情好的時候，那房企是不是就用了真材實料，施工質量會好一點？那個差別不大啊。就是說，現在房屋質量差，那過去房屋也差，不會好的，你放心吧。所以說，大家不用懷疑啊，隨着这個房地產低迷，隨着房價下跌，後面這個交付及維權只會越演越烈，管你是央企還是什麼企業，對吧？看這個業主一定會告他。所以你看啊，咱們不是說了嗎？現在1000億房企還有10家吧，還有幾家？現在排名靠前的全是央企，什麼保利、中海、招商、蛇口是吧？還一大堆的。你想想吧，我為什麼說他們馬上好日子到了呢？他交付的房子越多，他這維權投訴的就越多，告他的就越多，就這個夠他們吃一壺喝一壺啊，他們也吃不消。你再加上本來房子賣不出去，好不容易賣出去了吧，人家還告他，要他賠錢，要麼就是退房。民營房企反正房子賣不掉了，而且已經死翹翹了，告他也沒用，他已經爆雷了。但是這個央企他沒有爆雷啊，对吧？所以這些業主肯定要告他們。這個我想你也能理解啊，就是你要買個房子，對吧？500萬買的，交房的時候變成300多萬。還有的業主為什麼鬧啊？就是他明明他先買，他買的是500万，結果這個開發商我這邊剛交房，開發商開始搞促銷，開發商自己呢新房就開始賣300萬，你說氣人吧？同樣的房子，我這2年前買的是500萬，現在他賣居然賣300萬，開發商自己賣300萬，那你說老業主他能不生氣嗎？這必須得雞蛋裡挑骨頭。最後我們再看這個財新網報道啊，他說2025年全國賣地收入較2020年高峰期減少超60%，地方城投拿地金額縮減，房地產行業形勢仍然低迷，房企對投資拿地愈發謹慎。2025年宅地成交規模及收入繼續處於下降通道。根據市場機構中指研究院統計啊，2025年全國300個城市各類用地成交規模合計24.6億平米，同比下降10%，其中住宅用地成交6.2億平方米，同比下降13%。2021年3季度以來，國內土地市場賣地規模持續收縮。2025年全國土地成交量在2024低基數基礎上再度下降，但降幅同比有所收窄。財政部國庫司發布數據顯示2025年前11個月，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91萬億，同比下降10.7%。同期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本級收入同比下降5.55%，跌至3.63萬億。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同比下滑5%，降至4萬億。2025年全年，國內300個城市出讓各類用地共獲得3.3萬億元，同比減少11%。其中住宅用地同比下降10.7%，跌至2.3萬億。這個金額較2020年最高點下降約65%，這個就比較簡單了啊！你想想，如果你們家的收入下降65%，但是你們家開支是變不了的，只會增加，那你這日子還過得下去嗎？這不就可着肯定想着法的在哪兒撈錢去？當然牛馬只能去送外賣、開玩笑车，那政府的手段多啊，罰款對吧？賣空氣、賣泥巴，所以就見怪不怪啊！主要是收入大幅下降，所以說很多地方公務員工資發不出來。我看有網友留言說，怎麼公務員工資能發呢？不是啊，很多地方公務員工資已經發不出來，欠了很長時間，对吧？有的只發這個什麼基本的生活費，有的这早就開始保6徵8，保證發6個月的，爭取發8個月的工資。這公務員是因為他們不好意思鬧，對吧？不好意思維權，他也那工作他還要啊，所以他們都忍着，頂多在網上發牢騷。那個清潔工，對吧？公交車司機人家活不下去了，還有那些醫院的醫生，對吧？他們再去維權，你才能看得見。因為咱們又說回來啊，你反過來你看看，就這個形勢，你說房價還能穩得住嗎？還早着呢。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